分，迄个西洋哦，西洋的迄个，咱咧讲迄个希腊马赛克，马赛克艺术是讲用迄个拼装的，用迄个瓷砖啊，咱倒起来有无？倒起来，所以咱迄阵到这民国20年左右迄个咱台湾人较好起来，你起厝拢用这，用迄瓷砖，拢用瓷砖，即摆无人咧用，即摆拢用迄个做顶挂迄款。迄时代无共款，所以你看看就知影即间厝头当时起的，看就知影。咱看它的什么？看它的建筑，看它的形，那整个那个整个，你看伊毋是用茶起的，就是你用迄个钢筋水泥起的，一定最近的迄个嘛，无可能古早的，这看就知啊，旁边有一间，有一间迄个好像迄个塔迄个，这边像这边这间，这是钟楼，经，我们的暮鼓晨钟，暮鼓晨钟，这边更经，这边更古，这边更经，这边更古，若你有迄个交杯师娘要来进香，要来要来进香的时阵，还是要来迄个分火的时阵，他要钟打三宝一斤，三宝一斤才是，才是。咱这咧走啊，用咧倒啊咧，四宝一斤，四宝一斤上市。咚，听。听伊咧讲，这啥啊？这是上市，还是上市？这样在大家有啦。三宝一斤，人家要来，人家要来去发现的，四宝一斤，老板等的，去上街。有啥问题无？你要遮阳一下，辛苦了你辛苦了啊，学问丰富啊，真的专家。谢山感先搞一下哈，谢山寺它特点在哪里？谢山它就是一个格局而已啦，像咱那边是啦，我们三合院它用的是燕山、玄山而已啦，它若写这个标，这个标它是用谢山的，皇宫呢，皇宫它是用的是福建的。现在看那个紫禁城有无？那北京紫禁城那起的，那个福建那个无共款啦，那个等级不一样。它是一个名词了，它就不是有说。那这样子啊，就这样子讲。如果去高雄火车站，那不是封建时代，这样子，然后。好像是准备期待，高雄现在准备期待。像我像薛山印山搞得不太清楚。薛山、玄山、印山，它到底燕山、玄山、薛山、福建，那个重演这个，你看薛山，它的重演都嘛这样，重演嘛，要注意的是讲呢，咱你看那庙是一定拢用红的，咱地水一定用红的，红中黑做厝，你若迄个民时啊，三合院一定用黑的，你看你爬到来。他名叫红光庙名一地名都同款，红这个有不错，他名将军。庙那个。很奇怪，在岛上。
哎，现在有加糖哦，加糖球哦，当然不是。哦，这球啊，这大只。我们调个风格。哦，这神龙哦哈。大球公啊。拜拜。咱们来讲讲。你讲啦，你讲我听啦。哪有你讲啦？阿小公公啊，阿小公公，咱们看那个当机哦，那当机去打，他拿的那个他拿的那个手上拿的都不一样。他如果是要请东方的话，东方他拿的是7000件7000条，哦，然后南方的话，南营的话，南营就是会请他们出来帮忙啊，也请那个东西南北这边的，他们那兵种哦，兵种也出来帮忙啊，哦，哎，那这个是南方在这边是刷衣店，哦，8,800兵，哦，它是这样，那南方是红色，所以那个是红色，西方是白色，哦，北方是黑色。哦，都不一样的哈。我们一看哦，那这个风假久哦，那个咱我看这上面写的，咱讲这对，哦，爱看写的菜。是看豆也行啊，是看豆也行。林先生好厉害，这样都代表色，代表色。红色的，红色门面了。一样嘛是啦。一样嘛，是啊，蓝是红的嘛，所以一样红一定红。红色的，它有点令旗嘛，还有那个令旗啊，哦，令旗也是有车嘛，哦，另外，哦，那个审美它有车，它背后有那个靠嘛，哦，靠旗，它看的是它用的是什么颜色的，它拿出来是什么颜色的，就代表他要请哪个兵营出来帮忙。哦，伊来看，啊，或者看伊摕啥摕刷衣剑啦，啊，摕月宝啦，哦，啊是摕迄个7000剑啦，哦，都不一样，这两都不一样。哦，哦，而且头迄个铜棍啦，哦，它用的都不一样，所以这是比较久一点的啦。我自己的都是大概用两张。它这个男女不要太靠近那个就不会。早期就做起来了，啊，那用的那个清水庄，啊，清水针，啊，清水针而点啊，而且它这个屋顶本来也是用承重墙，哦，就是讲伊的顶管的迄个花20几以前迄个墙顶，哦，无讲做迄个啦，哦，这不是很即摆我们现代哦，那现代哦，老年人即摆我们较现代，就拢较细间，哦，较细间啊，较水点，哦，较水点，无像这比较知道是比较早期的，哦，比较早期的，哦，较坚固的啊，都用的啊，要5几年了，蛮年。现代的都比较小。这早期的都很庄严很大的，那个庄叫做清水庄的。天管是8仙菜嘛，那才管菜。哦，中间那个就是南极仙翁嘛。现在有人讲有用。看见有9个，中间的就是南极仙翁。哎，我们到时那边看，哎，南极仙翁的。哦，这8仙菜，中间是南极仙翁。对啊，每一个是那个做起的不一样。做起的不一样。蓝彩鹅是那个是什么动物啊？蓝彩鹅？那冷掉嘛。它的灵龟哦，蓝彩鹅呢？彩的那个8仙里面蓝彩鹅。哪个是吹笛子的？吹笛子含香竹。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介绍一下，第一个知道。
从左边开始啊，韩湘子，韩湘子，再来曹国舅。你讲上面讲下面，第一个是下面是曹国舅，曹国舅骑大象，韩湘子骑那个麒麟啊，麒麟，麒麟，他叫麒麟。再来是李洞宾哦，李洞宾骑马了哈。再来是那个是钟离权哟，钟离权骑麒麟哦。那这两个是，那个是什么麒麟？那个狮子吧。再来哈，那个南极仙翁骑鹤了哈，仙鹤了。再来是李铁拐骑老虎了。再来那个是何仙姑骑鹿了，何仙姑骑鹿了哈。再来曹国舅啊，张国老骑驴啊哈。再来蓝采和骑那个是灵龟还是什么？对，你看那个龙身。第一个他说，第一个是那个是不是灵龟啊？不清楚嘞。那个画那个样子像龙。